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野餐妹啊，人家越来越从事休闲活动，就是重要的时间可以来聊聊。可是越来越多的农场，不管是大的也是小也好，在转型做一个休闲农场的哟。今日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有一个大象银行农场。这个农场到底有哪条好搞好料呢？我们特别邀請到農場嘅兩位調解來到節目裏邊，帶大家來去認識一下、聊聊一下哦。馬上啊，就來分享我們大象銀行農場嘅蔡大哥蔡金茂。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南台湾的五月天266康乐队团长及大象音乐农场的厂长大象，很高興今天來參加福氣來的節目，謝謝大家。歡迎蔡大哥，再來係我們賴家芬賴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賴家芬，我現在喺聯絡我現在是大象農場的總管，謝謝。歡迎兩位大哥來到我們節目裏邊對頭都開始大家嘅自我介紹，可以認識出來蔡大哥應該唔係我哋行業，賴大哥應該係我哋行業啦就喺度嚟聯絡。我想請教一下兩位大哥，尤其係蔡大哥，頭都有講到我哋咧大象音樂農場、大象音樂農場，佢到底係睇賣音樂、賣農產品，也係睇賣大象嘅，到底一個農場係乜嘅意思？睇地方睇經營乜嘅，可以請蔡大哥同我哋紹介一下嗎？其實大象音樂農場，我們簡單的就是說，希望能夠製造一個快樂的氛圍給大家啦。但事實上，音樂本來我就是樂團團長嘛，那我們本來在以前在大象音樂農場也會練團，也有音樂的元素存在。那麼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啊，那我的樂團就漸漸的就表演的場次就減少很多啊。我常開玩笑，以前是一個月一天可以做3場，後來3個月做不到1場，後來半年做不到半場啊。我的老師有人回去種香蕉的，我就會開早餐店的，那我就回去把我爸爸的檳榔園弄成我種我的喜歡種的甜龍薯這樣子。那希望說在這邊提供給大家一個，就是說可以有健康快樂的這個氣氛，所以我說種得健康吃得也健康，那大家也活得健康，是這樣大概這樣的理念這樣子。因為大象係本身這個外號就叫做大象嘛，所以因為大象音樂農場有好多同人嘅之前的專場有關係。對。安尼賴大哥，我想請教一下你睇農場嘅地位係睇負責乜嘅工作嘅呀？基本上農場經營是由大象老師他自己經營而我是在旁邊當做協助跟幫忙的角色推天數安因為他對很多電器用品他都搞不清楚所以我都要去農場裡面幫他處理一些電器的用品或是幫他裝一些電器的東西當初會去音樂農場是因為他想要經營一個音樂農場的概念，要把音樂放給筍子聽，所以他就叫我幫他裝了一套音響在裡面，這樣子讓筍子聽得快快樂樂人在工作的時候也很快樂，這樣子所以就是這樣子，我就是幫他做總管的那種角色，這樣子。我補充一下，賴皮他很不簡單，我們號稱他是南台灣的馬蓋先他什麼都修，就是不休息。那個音響啦、喇叭啦，很多設備哇，交到他手上，他都可以幫你處理得很好。包括我的那個鞋子壞掉他可以幫我補就對了。哇，非常感謝他幫我很多。賴大哥，真係安利不過真是呢，這人行要休息夠好啦，冇乜嘅都休息咧，這個。多係咧，這個小唔空來嘅呢。不過我從繼續嚟請教一下蔡大哥啦，你們兩三認識的原因係乜個時間認識的呀？我們認識大概20-30年有了，25年了，87年認識到現在。我們以前都是南山的同事。南山的同事，我87年進入南山就認識蔡金茂蔡大哥了。我們都是叫他金茂經理啦，以前啦所以。他真的也很不簡單，他是一個肚子很有料的人，所以人家講說，客家人講說，情根雨毒，在他身上我是真的是不簡單，我有發現他這個很大的優點，這樣子，所以他也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對象啦。
安尼想请教一下蔡大哥啦吼，这个本身吼，喺农场之前条都讲喺搞嘅乐团的嘛，谈到两位分享，喺搞乐团之前还有一个工作，不过头前的工作应该也过过问题啊，做乜嘅唔会想讲去搞乐团，也个原因可以请教一下蔡大哥冇？其实我觉得乐团音乐是我的兴趣啦，因为人家说世界上共通的语言就是微笑跟音乐。那我在职场上也告一个段落，就是说也服务满20年。那我就想说，后面的阶段我想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以前做乐团10几年来都在娱乐别人那可是我觉得，因为我爸爸有失智症82岁老人家，离那个残障手都快10年了。那我想到人生的后半段，如果我10几年前都在娱乐别人，那可是后半段我如果可以回去娱乐家里面的老人家，我觉得这样可能会人生会更完整、更有意义了。所以我就回去老家种田这样子。他也刚好碰到疫情他刚好回去，我爸爸也很快乐我爸爸每天就在农场，跟人家唱歌跳舞然后来的朋友很高兴。他是号称我们现在农场里面82岁的公关部部长，他是海军陆战队86梯次的，所以有时候你们去，他会跟你讲他以前海军陆战队的故事，会讲300次给你听。然后不愧是俺的公关部的部长了。其实因为87年因为保险公司算是志同道合的一群，然后都强爱搞音乐，然后公司会常常办活动然后我们400米路成立的2266康乐队，他也是我们第一代鼓手他第一代鼓手就是他。俺哋都打鼓的他感觉快乐从公司天办活动他感觉快乐鼓手两位认识也研究的都有一定的默契的啦鼓手后不会提交乐团之外，继续转行来做一个农场的事情，蔡大哥都相当来他讲乡下路的。对刚好他们家就离我农场很近3分钟就到了，所以有什么问题一call电话，马上他就会来处理这样子。真羡慕两位的感情安好呢，睇5年的工作，两位的工作应该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情。不过这时节蔡大哥农场底杯抢种田粮顺也个顺的嘛做嘛这时节农场要设定讲，俺能攞来种也个田粮顺，希望个原因，不想讲一定要来种也个田粮顺。因为第一个，我爸爸他们几十年来都种槟榔，那我们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种槟榔树。那你也知道，现在国家的政策也是建议大家就是说槟榔转做了。然后认识田龙笋也是因为我以前参加那个潮州一个镇公所的一个秘书，他以前找我们去乐团表演，然后表演了2、3年，后来他自己去种田龙笋，然后来因为我发现这个田龙笋的东西不错，那我就跟他学习怎么种，然后景行大哥、景行老师在教我怎么种田龙笋，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个机缘，那回去就把我爸爸的这个槟榔园就转做这个田龙笋这样子。农场底杯迄唔系抢种也个田粮笋还系讲农场的面积差不多更加一台的大概现在大概9分地左右这样。我1公顷的呢。还好。你也跟面积农场也跟面积底杯种的田粮笋差不多1多条我现在大概种150棵，150株啦，150株的这个田龙笋这样。哇，你也个产量会唔会改高产量现在因为我是种第1年而已啦，才满1年，所以产量还不是还没有办法达到量产的阶段了。大概要3、4年之后，这个田龙笋都会越长越多这样子。现在大家朋友来就是要自己买自己吃，就是自产自销、自作自受，这个部分是 OK 的啦，这部分 OK 的。你硬专题来问赖大哥，喺农场的地杯做中间的工作嘛你照顾也个田粮笋的地杯也个中间的个负责的部分有哪条的？因为做音乐农场的概念嘛，所以要放音乐，用音乐本身的糖。真是有感觉讲，用音乐糖顺的个顺的长的甲个健康过快乐安尼。有无糖的个片有诶有个细数一些些，有长毛起来安尼，所以400米外要较补上去安尼。你糖方嘞，来睇个，能喺用音乐的部分，你系咪农场演的地杯米咧，别啦讲拢有个喇叭。目前是
一片前面糖会多，后背面糖会一丝丝，所以你有感觉讲有比较讲，前面咧还推广讲前面那个甚至有糖有嗰种上个够健康安尼，后背面无糖多的吼，你感觉讲个稀疏，以为有一两头有发唔起来，重新再补养的安尼。比较通来，汉白嘅后背嘅片，会唔会也像掉嘅喇叭嘅掉啊？伊如同来想讲吼，可能之前都有一点点实验性质啦吼，实验嘛呢。真实实验起来吼，有感觉讲前面有过好，所以可能变咧讲营养农场吼，是不面啊，阮咧推加营养加多慢安尼，混搭安尼拢米咧做嘅就糖会多安尼，竹笋嘅糖会多。安尼，大家个真是呢，汉白啊，给种好人呢，无多时间啦，孙呢，我同人抗议哦，讲安尼头先咧糖油后背糖膜，今天都不给你们好脸色看，你们都不会发的啦。我再补充一下哦，就是。我那个田龙笋目前就是前面的音乐是比较 OK 的，那大部分都是我们公寮前面的笋子就听到音乐比较 OK， 那后面呢就听不太到，所以我那朋友来找我的时候就说，大香为什么你公寮前面这一区的笋子长得比较茂密，后面都长得稀稀疏疏的？我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前面是听音乐长大的田龙笋后面这个现在还没有装我们那个铁喇叭跟塑胶喇叭啦，那个所以还没有听得到很清楚这样子，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田龙笋都是听音乐长大的田龙笋，应该是全国第一个啦。以后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啊，等下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爽关下先。观众朋友，原来我们太上营养农场是安社区的农场呢，第1糖到有本笋的糖营养的哟。不过农场里边还有哪条神奇的事情呢？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前面提过今日农场地边咧笋的是糖营养态的，到底糖营养态也个甜凉笋，是嘛个笋的呢？我们继续来请教蔡大哥咯。蔡大哥，来请教一下因为我记得讲笋呢有几道我认识的马竹笋贵竹笋还有绿竹笋嗰条的，甜凉笋是第1糖度呢，也个甜凉笋同其他笋呢无相样的地方是在哪啊？其实我会种田龙笋重点是我去跟我师傅了解之后，我发现它的特性比较属于我的个性，我属于比较懒惰的那一种农夫啦。就是我平常人家问我，那个你最常做的运动是什么？我最常做的运动就是睡觉，最激烈的运动就是翻身，所以我比较懒惰那一种人。那这种笋子，你看笋子绿竹笋，你都天还没亮3、4点，你就要点灯去挖了，对不对？然后天一亮，因为它很清酸嘛，所以就清掉一掏出来一的，那笋的扣一样。笋子就苦掉了，就比较不能吃了，不能卖了嘛。那田龙笋的好处是，它不含氰酸，那你什么时候采，它都是甜的。你早上10点去采，中午采，下午4、5点去采，它都是甜的，它没有所谓出青的那个问题，它不含氰酸嘛。所以这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是推友善土地无毒农业嘛，所以我现在笋子我也不喷农药，不撒杀草剂，不用化学肥料。那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它做什么料理都很好吃。我们甚至田龙笋可以生吃也没关系。它号称是水果笋它的甜度最高可以高到11度然后所以它可以生吃也没关系。那赖皮他在我那边有研究出那个田龙笋沙西米还有田龙笋的那个什么卤肉饭，哇，那个打个架的拢鹅肉赞的对吧？沙西米这就是生吃嘛。那可是一般的笋子你要叫它生吃很难因为一般都要煮过嘛，它生吃也很好吃。那还有你就是清蒸也很好吃，包括那一般的就是煮排骨汤啦、炒的啦，还有一道菜，下次如果你们来，一定要请赖比做给你们吃，因为我不会做，我就负责吃的那个。他那个田龙笋什么炸黄金田龙笋比那个炸薯条还好吃。因为你炸薯条地方就吃到淀粉嘛，可是我们那个田龙笋你可以吃到我们所谓的植物性蛋白啦，这个东西非常好，植物性纤维非常的丰富。大象老师讲的是真的啦，因为我虽然是挂总管通常人家说修电器修什么，其实我在帮他里面
在研发菜单，所以有时候他朋友临时过来吼，很爱推煮本引生吼，伊都会临时去采笋的过来，爱会切，切的时候真的是像水梨啊呢，龟弄烂的，所以我也帮他研究一些菜单，就是要推广田龙笋嘛，推广田龙笋。所以有一些菜单，我会帮他研究一下新的菜单啊呢。我说本身自家来泰国，你自家对那个料理就有兴趣，有在做都错嘅。虽然讲我对料理吼有一定的度的兴趣，不过行喺等一下继续来强调，我们先来强调在泰国个，我们田龙笋啊，头个有讲到嘛，伫24点钟底杯不管哪个时间去测试都可以。九份那个山规模就是讲，喺春天、冬天、夏天，有哪一条的时间，其中有产那个笋呢？一般的产季大概都是国历大概4、5月就开始产了，然后一直到大概像中秋节过后，那笋子就会逐渐减少。那这也就是冬笋，为什么冬笋会比较贵？像我们外面现在卖1斤在120嘛，可是冬笋可以卖到1斤200、300，为什么？因为冬笋笋子，不要说田龙笋、绿竹笋、什么欧卡雷啊什么笋，他们基本上冬笋就很少了，所以冬笋呢会越来越贵。但是田龙笋呢，它还是会生产，只是产量就没有像夏天4、5月那么春季、夏季那么多。那我的师傅他们现在也在研究说，怎么让田龙笋在冬天呢一样可以正常的出产。那当然这个是技术性的部分呢，这个可能没那么容易克服啦，因为很多人都冬天都种不出笋子了嘛，所以我们也在怎么去克服研发做这一块的。不过我们屏东的环境，因为冬天可能第一讲人都提讲，我们屏东冬天个稍暖比较热，所以说有可能我们田龙笋特别适合我们屏东的气候。有可能是安尼嘛？有可能，因为我们跟别的地，比如跟中部跟比如说跟嘉义中部那边比的话，我觉得我们吃起来，我们这边自己种的这个比较嫩啊，这边自己吃的会比较嫩一点，就是说甜度啦跟嫩度啦，还是有一些差别。所以我们的团队跟师傅他们说，其实我们屏东的纬度啊，屏东这个纬度还蛮适合种田龙笋这个东西，这个农作物。你猜那个，除了那个个适合我们屏东的气候温度之外，那个田龙笋在久的时间啦，有某个特别的偏重海，也是讲特别的一些气候，不适合的是。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它只要你的水还有肥料，但是肥料我现在都是用有机肥啦，还有固定的水还饮水嘛，要灌水给它。还有肥料，这样子应该笋子长的话，应该是不会太差。就是水跟肥料这两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是用有机肥啦，当然也有人用化学肥的。可是化学肥种起来那个笋子比这个大，大概2、3倍，很大只。可是口感就是不一样。你有一天如果吃到化学肥料种出来，跟吃有机肥料种出来了，那当我这个听音乐的就更不一样啊，对不对？而品质绝对是不一样，绝对不一样。那病虫害的部分呢？病虫害现在就是因为我没有用杀草剂啊，没有用那些除草剂，还有化学肥，所以它那个因为它是甜度够，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红蚂蚁啊，很多昆虫会粘在它的，会附着在它上面。所以，但是我是觉得这样我目前我还可以接受这个部分的。那以后看怎么让蚂蚁呢，那么慢慢的去克服这个问题。因为它本身甜度够啊，所以蚂蚁啊都会来的。不过你讲也就会吃那个笋的吗？还好因为它只是在外壳，因为它有壳啊。蚂蚁要吃到它的肉，基本上不太可能，就附着在它的外壳上面。所以我们采出来之后要先用清水再稍微清洗一下。你讲好呢，那个田龙笋其实基本上在我们屏东那边没那个天然的偏虫害，没有什么天然的病虫害啦。气候也一定的适合，还没安尼可以讲安尼。病虫害的话，应该是目前来讲不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要看你怎么去照顾这样子而已。所以你在久的时间没特别去撒药的，没有撒药。没有撒药。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个大哥，他原本是种那个芭乐，
后来他也是全部改种田龙水，因为现在不管你种柠檬啦、种芭乐啦、种香蕉啦、种槟榔，通通都要喷农药嘛，每一年下来那个农药的费用就不少钱了。可是如果你转种田龙水，我发现你光1年下来，你的农药的钱跟工钱、农药钱就可以省很多。当然就是说未来所以我认同我的老师他的那个理念，友善土地、无毒农业这个理念我可以接受虽然这样子会很辛苦，我都常常被我爸爸骂我爸爸草那么长了，怎么杀草剂这杀草剂不喷一喷就好了？他都看我在背割草机割草嘛我爸爸就常常骂我，他80几岁了，他种田种一辈子，然后可能让田里面的草长那么长那问题是他们的年代里面就是杀草剂喷下去是最快的可他不知道我现在开始我就是要无毒友善土地无毒农业因为现在台湾的很多土地都酸化了就是都是被那个化学肥啦，还有一些杀草剂还有一些农药都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当然但我们自己的农地我们就自己都能够从我们自己开始慢慢去推广这样的理念这样对，尼赖大哥，能需要个田农村的时间，因为条到蔡大哥就讲嘛，能磨砂嘅除草机，嗰时候嘅草一天有嘅时间会割草，能去采收嘅时间会唔会草背开落，咱可以看得到嘅顺嘅。一般那人会先除草啦，除草用割草机先除草，除草迄个咱可是杂顺的啦。安尼都唔会像头头讲的主持人讲的安尼，草爱推变开来咱看得到顺的。人哋讲嘅顺的对内地会剥出来，看佢有头咱哋讲可以摘树嘛，人咧草按草，迄咩米班音乐背有顺的，咱可以。所以人家会固定除草啦。大象它很辛苦，它要固定背割草机，而固定的时间背割草机。草生出来，如果给它割来安尼，我会生个铁果突然强安尼割，如果麻烦的安尼人田农村咧采收啦同配得顺的共用嘛，也系爱热的咧，也系用割的咧，用那条贴配的地方嘛。伊拢一部分迄大象老师咧处理，伊拢用机的安尼，伊拢带机的迄机安尼。我简单补充一下，因为我是菜鸟啦，我是刚来种，所以我有请人家帮我做定制那个笋刀跟那个铲子。可是，到目前为止，我的笋刀跟铲子还没有做，还没有送来所以我现在只能用我那个锯子先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早上去采田龙水也是用我那个小锯子锯的。用锯的嘞。用锯的，因为它跟绿竹笋不一样，绿竹笋只要用挖的嘛，要挖可是我这个不用挖，因为它是长出来的所以你就从根部锯下去就好了，锯断就可以了。我是比较偷懒，因为笋刀还没来就是用代替品这样。当然我跟观众电视前面观众报告，其实我用锯子锯是不及格的真的还是用笋刀跟那个铲子这样子。对。用锯的会影响到其他嘅口感啦，也系讲其他送风来的时间。对，怕你那个切口有时候比较粗一点这样。但用笋刀是最好，用铲的是比较。因为我印象特别看人家扎个笋的嗰条，可能真了吐叶枪的，可能都拿个黏的，安尼捏一下。对，笋的都拿风来啊。对，用笋刀。安尼加油啊！我是菜鸟，刚种第1年啦，菜鸟。同个厂商讲，人哋工具要先准备好先，冇多时间迷那种速度影响啊，对。观众朋友，原来人田农村系安好一种农产品呢。不过安好的农产品可以做出来哪条料理呢？条都有糖的等一下一节，人哋继续来烧嘅料理应用版来食，好冇？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
前面了解我们田龙笋很用版的农产品，不过我们最其他的部分还係講田龍筍按好的農產品可以做哪道好食的料理吧？錯冇？安尼更加繼續來請教賴大哥咯。賴大哥，前面有講到一道田龍筍的料理啊，係唔睇附近研發的嘛？錯冇？安尼我可以同我們了解一下，更加我們田龍筍可以做哪道推薦的料理，好冇？哦，最好食咧吼，迄田龍筍的沙西米，哦，一直接切下來都可以食咧。伊個口感吼，你嗰種水梨安尼，哦，簡單的溫料都可以幾好食安尼。哦，安尼也個沙西米，我們田龍筍係用辦一破開來，佢同一般的筍的處理方式有共用下。因為田龍筍伊唔會糊安尼啊，哦，伊切下來都可以直接食，伊都講水果界的田龍筍安尼，嗰種水果。哦，食起來嗰種水梨安尼，係幾好食。嗰種佢破開來嘅時節，佢都破到像我哋一般嘅筍啊，可以講有嫩嫩嘅肉都可以咧，做得咧。都做得咧。假使講這個可以是個抽嘅牙齒過好嘅話，破有一些擺嘅皮也唔怕啦。冇啦，一般同嘅我哋四百米後有研發嘅田龍筍，炸黃金田龍筍。那炸黃金田龍筍就是它接近根部的地方比較粗絲嘛，哈，那個絲比較粗，纖維比較粗，所以我哋都推廣，那佢啊推產上講啊，冇人嚟研發炸黃金田龍筍，做起來哦，又有另外一種口感，有另外一種的菜色啊呢。哦，安尼嗰個有個田龍筍，個嫩的部分可以來做沙西米，個粗的部分和根部的部分，我哋都用炸的咧做一個黃金田龍筍，有個炸的東西，你要調粉下。伊幾簡單，伊都用雞卵，有個番薯粉，加一些鹽，一些糖，打，都可以溫粉，都可以炸啊呢。炸好的時間呢，都落一些拍糊就有鹽啊呢。安尼都幾香誒。哦，嗰時候都炸本幾個，看來黃金色、黃色呢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反正因為佢大槍式也可以食啦，最主要係攞杯嘅麵粉幫佢熟。對。鮮人呢吼，有一般人嚟炸吼，鮮人嚟睇神嚟講，那皮叔叔，你這樣不行呢。我說為什麼不行？伊講那你我一塊接又一塊生呢，我太像顏色啦，其實意思係講，你看俺都一開加的一開始生，等下都吃飯都唔是生的，全部都做掉顏色。口感不會輸給炸薯條啊，真的不會輸給炸薯條，幾好食啊，好吃，真的好吃。安尼有機會真係為了爽快那些，安尼頭都有講到嘅上身嘛吼，嚟做炸嘅來食，還有喏。你共用有一個問題，你講伊後背面根部的地方較粗，較粗實。我有想到講吼，因為田龍筍唔會糊。我以前的原先嘛，喺上下吼，我切個煮切個食，都盧卡人我哋原先都係煮本塔安人食啊呢，盧卡人食，所以我哋今日都喺度煮嘅咁多滷肉飯。哦，滷肉飯，滷肉飯，筍角滷肉飯。然後我就那時候就跟大象老師講，我哋的研發講，筍角滷肉飯，因為它不會苦，然後根部的地方又不要浪費掉，都嚟做筍角滷肉飯吃寬咯安尼。結果做出來吼，佢睇下人都講。你感覺講真是好食啊呢！佢係切幼的，切一條一條，用板一料理啊。係我哋的意思講，它叫筍角滷肉飯嘛，你說切一細角一細角啊呢。豬肉啦、豬肉皮啊，攏切一角一角啊呢。叫起來吼，攞差唔多5-6點鐘啊呢。放起來吼，嗰種啊呢。剛安尼，幾好食啊！哦，嗰種佢同一般嘅滷肉飯共用，唔過無共嘅部分咧講，加上嘅一個我哋田龍筍筍角嘅地杯。筍角嘅地杯。哦，嗰種太開細開看自家啦吼。看自家。有啲人講愛食幼嘅，有啲人愛食太開嘅，反正都看自家太細，一切都好嘅。不過反正佢可以大槍式的嘛，有時候某時候看自家嘅口味，佢自家嘅口感去調整。幾好食啊！你除了一般的煮湯和上司一道之外，你還有研究出田龍筍的哪一道的料理啊？我們還有研發黃金田龍筍泡菜。泡菜哦，泡菜。都好，唔係一個製作單位準備係一個做嘅方嘅一個。你都來試看下先好誒。好。
哦，昆阳哦，一拿红来，马上个米头都出来，哇！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一个啊，唔免人哋挑夫鱼哦，迄人哋顺嚟去做嘅泡菜哦，不过一拿红来，马上个三条米丝都出来，哇！像皮头一个米丝都可以崩翻似的。哦，来上看下先记迄马个米头，红来清嫩呢。昆嫩啊，而家佢从水里安呢。其实这个黄金田螺泡菜啊，它真的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从那个黄金泡菜延想过来的。那因为你用生笋啊，生笋保期的期限顶多在1个礼拜啦。那我们又做成泡菜，我们就是保存的期间就比较久，而且它运送也比较方便，就一罐一罐这样运送，而且也比较就是说干净啊、卫生。那重点是好吃。那外面目前市面上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卖啦。这是我的师傅他们的团队自己研发的这个黄金田螺笋泡菜。当然要买可以找我们也 OK 啦，因为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很抢手，我每天我自己要卖都缺货，常常缺货。这个真的是很好吃，可以配什么？配白馒头啊、白吐司啊、白面包啦，或者是白稀饭啊，吃凉面也可以配。吃凉面也可以配。那还有就是说，像我有些朋友喜欢喝酒，他们喜欢喝酒的啊，他们就喝酒，然后就一碟这个黄金田螺泡菜配酒，哇，他们也觉得口感非常好。真是哇，观众朋友，真是吃下去像一小时赞。一个米头啊，唔可以讲清辣，也係清鹹，吃下去有失敗順味，又帶頓個甜涼筍，嘅人筍嘅個甜味。不過最明顯咧，係個其個蒜頭米是，假使講哦，可能國講蒜頭米，觀眾朋友實在是要注意一下。冇一個甜涼筍嘅泡菜，真是批嘛個東西，同一定嘅好呢，真的批好落個米絲啊，改好其個口感嫩嫩呢，又有個保有個。人哋講嘅筍嘅嗰種脆脆嘅感覺啊，嗰種口感很做得講食得出來，又唔會講像泡菜有嘅已經爛爛嘅啊種感覺，真好呢，唔能更加有乜嘅推廣嘅希望冇？那現在有2個旅行社來找我啦，就是說他們想要辦類似那種1日遊，那種小旅行，然後中餐到我的大象音樂農場去用餐，然後我可以提供給他們一些在地小農，然後有關於田螺筍這方面的一些生態的知識。那因為我是做友善土地無毒農業，所以我回去大概1年多，我的農場裡面我統計過有14種鳥類的出現啊，晚上還有螢火蟲。然後所以我說，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有牛蛙不錯，還有牛蛙，晚上還有這個蛙叫蟲鳴啦。那鳥類包括老鷹也來了啦，黑冠麻鷺啦，紅面水蛭啦，那個什麼白鷺鷥啦、八哥啦，哇都很多有時候還有樹雀這樣子。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東西可以推廣。那如果遊客來，我讓他們知道說，我們在地小農在為在地的土地做一些努力，而且他們買的是最實在、最安全的這個食材，那麼回去他們也吃得很健康。所以我在講，我們種的健康，那大家吃的健康，也大家活得健康。這是未來我們想說，如果可以跟旅行社結合，那也可以推廣我們在地小農的一些在地的一些農產品，就是帶動啊。當然這個計劃還在規劃當中，因為目前才剛種1年嘛，所以如果可以實行的話，我希望說這樣也可以相得益彰啦。就是說，讓大家能夠去在乎我們這些在地小農的這個幫忙在地小農，然後行銷一些在地的農產品。我感覺一個想法幾好啊，其實真有一個機會本更多人去體驗，真可以講順勢推廣一個農產品出去嘛。大家更加有人去講人哋農場地方食過一個甜涼筍。有啊，他們來有時候會試吃啊。他來像現在像昨天有那個台南同濟會的會長帶一些台南朋友去那邊。那現在有些朋友來，我就其實我很簡單，我就切一隻，現場先挖了，先切一隻，然後用電鍋蒸，在一杯水蒸熟之後，然後就拿出來，然後用一個小碟子用醬油跟瓦薩比，他們沾着這樣吃，他們就覺得哇，口感非常好。我就叫他們不要用美乃滋了，因為一般你用田螺筍，你都是用美乃滋嘛，不要用那個北錯筍還是白筍都用美乃滋嘛。我說你不要用美乃滋，你用一點醬油沾瓦薩比，這樣就很好吃。因為美乃滋有時候味道都壓過於一般你吃筍子的味道了，所以你吃，對，你就吃到那個美乃滋那個油膩膩的東西嘛。所以我覺得你就用醬油加一點瓦薩比，這樣沾起來
真的好的时候，哇，他们就觉得口感非常棒。哦，所以每个人去，现在大概每个去我那边的，我大概都会提供，我简单啦，因为他也不可能常常每天来做田中笋料理给大家吃嘛。那这个是最简单的，你可以吃原形食物，也不用加什么添加料都不用，用电锅蒸一盘，大家都吃得很高兴。不过蔡大哥，我继续来强调一下哦，他都有讲到，希望能可以去体验那个摘笋的采收笋子这些嘛。不过笋呢，我意思印象底部有一个做个盐底部啊，给它做个关麦，就是很密，有很多那个嗰种你去参观的时间啦，有的时候会行动困难，你能给有友善土地的环境，会不会你批的时间就像迷宫去用行得你行得出来呀？不会，我那边每一个笋的距离我都拉得很开啦，不像人家种的那么密。那一般人讲会有足下纹，有没有？我那边去的人基本上来讲，足下纹没有像一般的笋源那么严重啊。所以当然我会还要会一些克服啦，我们会点蚊香啦，还有那个会克服一些蚊子的部分啦，但是没有像外面你们去参观一般的笋，有时候哇一去农场就被叮了100多个包，不会，我那个比较不会那样子。哇，希望都是这样，都邀请我亲戚朋友来都能去聊聊一下，可以欢迎。哇，欢迎。观众朋友，今天啊好彩有蔡大哥同赖大哥两位来到我们节目里边，不管认识的一个甜农笋，按好又按特别的农产品哦，也希望有限的时间，真是可以来去今年农场嘅看一下试一下一个甜农笋的料理，唔知一好的呐。今天啊再一次感谢两位大哥来到我们节目里边，了解按好的农产品同精彩故事哦，多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多谢大家，大家欢迎大家有空到我们大乡音乐农场来玩哦，谢谢大家。好哦，初下會有個12年後呢，大家更加聽到先生來幫手認同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